后来继续来看，南投县长林明珍转传着假消息。这个林县长收到一张绘本的图，内容写讲，这个贵政府已经开始咧教小朋友莱克多巴胺是好物件，佮讲真可怕，安尼教育后一代敢好咧。林县长就佮甲转传出去，结果去互民进党团甲洗面咯，讲这个绘本是2012年民间团体出版的。 唔是政府发行的，认为林明珍传播假消息，已经卡到社会秩序维护法。南投县长林明珍伫内打一张宣传莱克多巴胺是安全绘本的截图，并且写讲，这个贵政府已经开始教囡仔莱克多巴胺是好物件，佮讲有够可怕，安尼教育下一代敢好？这个对话被公开了后，引起不满。现在大家长你用一个假讯息，死牛为猪嘛，而且还用什么鬼政府这样的字眼然后来传播这些讯息，是非常的不妥。 民进党团强调讲，这个绘本是2012年民间团体美国肉类出口协会驻华办事处印的，唔是政府做的，嘛是今年的出版品。美县长林明珍无经过查证就公开传播这个假消息，已经犯到社会特殊维护法。未来吃还是要特别考虑选用，为了县民健康着想，提出这个警讯。 林明珍本人无回应，敢若透过县政府解说，这个绘本的截图是别人传互伊的。实际上，有这本绘本虽然绝版不过依然有家长看到，认为这款的宣传会互囡仔分袂清楚。不过林明珍后来又搁报这个言论，讲这个贵政府已经开始教囡仔讲莱克多巴胺是好物件种种，家庭讲造成社会不安，并且有人检举散布这个假消息的话，警方会再依法交由南投地方法院裁决，上悬会使罚3万块的罚款。